第23，服務與退休。耶穌傳道嘅時候，曾經親自揀選咗12個門徒，佢哋一直同佢相處喺一齊，就好似一家人一樣。佢哋一同走遍咗加利利，同埋耶穌一同受苦，一同勞碌。佢哋時時聽見耶穌嘅講道，亦時時同佢交談，而且每日從佢嗰個教訓當中明白佢點樣為造福人群而努力。當耶穌為周圍嘅人服務嘅時候，佢嘅門徒就熱切嘅聽佢洗換，以減輕佢嗰個操作。佢哋幫助帶領病人嚟就近耶穌，亦維持秩序，留心嗰啲有興趣嘅聽眾，而且用種種嘅方法增進佢哋同屬靈嘅利益。佢哋將從耶穌嗰度學得嘅教訓去教訓別人，日日都得到豐富嘅經驗。但係佢哋仲需要單獨工作嗰種嘅經驗，需要好多嘅指導。於是耶穌就趁住仲可以親自同佢哋同在嘅機會，能夠指出佢哋嗰種嘅錯誤，同埋糾正佢哋嘅弱點嘅時候，就差派佢哋出去做佢嘅代表。耶穌將12個使徒召嚟，吩咐佢哋2個一隊嘅到各城各鄉去傳道，使佢哋因為攜手工作就可以互相幫助、互相勉勵，而且彼此可以截長補短。後來耶穌又用同樣嘅方法差派咗70個人出去，佢要人喺傳福音嘅事情上邊與佢同工。門徒所傳嘅信息同埋施洗約翰所傳嘅係大致相同嘅，就係天國近了。耶穌吩咐佢哋去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麻風嘅得到潔淨，將鬼趕出去，做佢一樣嘅工作。奉佢嘅名嚟講行善事，就係使人相信耶穌做教主嘅最好嘅見證。喺耶穌嘅傳道嘅時期之內佢醫治病人嘅時間比講道嘅時間仲多。佢話佢嚟唔係要毀滅，乃係要拯救。呢一句話從佢所行嘅好多嘅神蹟上邊就可以證實啦。耶穌所經過嘅地方就好似一泉活水一樣，到處廣布生命同埋喜樂。凡係跟從基督嘅人就要好似佢一樣咁樣為人做工。我哋亦應當盡力使飢餓嘅人得飽足，使赤身嘅人得溫暖，使困苦受傷嘅人得到安慰。要為灰心嘅人服務，為絕望嘅人喚起希望。喺無知嘅服務上邊所顯出嘅基督之愛佢嗰種改造人嗰種嘅功能，要比刀劍或者法庭更為有效。上帝嘅旨意就係要患病嘅、不幸嘅同埋被鬼魔所害嘅人都能藉住佢嘅僕人聽見佢嘅聲音。佢要藉住人間嘅代表，成為世人所未曾睇見過嘅保惠師。門徒第一次嘅行程只限於耶穌以前曾經去過嘅地方。佢哋要做真理嘅先鋒，為佢哋嘅夫子再臨預備道路。佢哋所傳嘅信息乃係永生之道，世人嘅命運乃係喺佢哋嘅接受或者拒絕呢個道而決定嘅。耶穌嘅眼光洞察到將來，佢睇到佢升天以後，門徒為佢哋做見證嗰個廣大嘅區域。佢向門徒指出佢哋必須應付嘅鬥爭，並且講明作戰嗰種嘅性質同埋計劃。佢將佢哋所必須要遭遇嘅危險同埋必須會忍受嘅艱苦都披露喺佢哋嘅面前。耶穌曾經講過，嗰個凡在人面前承認我嘅，我喺我父嘅面前亦必承認佢。天父唔睇人有缺陷嘅嗰種嘅品格，只見人被耶穌完全嘅品格所遮蓋。耶穌係天上恩惠傳俾人嘅嗰種嘅媒介，每一個同佢一同犧牲承認佢嘅人都將會有同得贖之民同享榮耀嗰種嘅快樂，嗰種嘅資格。凡係承認耶穌嘅，必須有基督喺佢裏面，佢不能將自己冇嘅同埋未曾領受過嘅嚟傳俾別人。
唔管別人喺口頭上點樣承認耶穌，但係如果冇同基督相同嘅精神，就係否認佢。做基督嘅僕人嘅使命喺世上係最光榮、最神聖嘅一種委託嚟嘅。使徒傳道翻嚟就聚集到耶穌嗰度，將一切所做嘅事同埋所傳嘅道一切嘅結果都完全話俾佢聽。耶穌聽咗之後就當然係好歡喜，但係佢對佢哋講，唔好因為鬼服咗你哋就歡喜，要為你哋嘅名能夠錄喺天上而歡喜。一切嘅工作嘅成就不如我哋個人嘅得救係更加重要嘅。耶穌聽見門徒翻嚟所做嘅報告睇出佢哋仲需要好多嘅指導。佢睇出佢哋嘅工作以後嘅嗰種嘅疲乏，需要休息。但係喺當時佢哋所在嗰個地方佢哋唔能夠得到所需要呢種嘅休靜，因為眾人蜂擁住嚟耶穌嘅地方，要得到佢嘅醫治同埋聽佢講道，使到佢哋連食飯嘅功夫都冇。於是耶穌睇出佢哋必須暫時隱退一下，以便佢同門徒有團聚嘅一個小小嘅機會，因為有好多話要同佢哋交談。於是佢就同門徒講：你哋嚟同我到曠野地方去歇一歇。基督對於一切為佢服務嘅人滿有溫柔同埋憐憫。佢向門徒講：上帝係有憐憫嘅上帝，佢唔要人做工做到過度而影響佢哋嘅健康。佢哋全心全意嘅為人服務，已經到咗精疲力盡嗰個地步，所以佢哋而家需要休息係應該嘅。佢哋面臨一宗偉大嘅工作，先要明白佢哋嘅力量不能夠靠自己，乃係在乎上帝。就好似喺西乃山曠野嘅摩西一樣，喺猶大山間嘅大衛，以及喺基立溪旁嘅以利亞一樣，佢哋需要離開繁忙嘅工作場所，同基督、同大自然同埋同自己嘅心靈嚟交通。離開伯賽大冇幾遠沿着湖邊嘅北岸有一個幽靜嘅地方。當時柳暗花明，春色宜人，好似喺度歡迎耶穌同佢嘅門徒去嗰度退休咁樣。於是佢哋就坐船過海到嗰度去。喺呢度佢哋能夠離開嗰個川流不息嘅人群同埋城市嗰種嘅嘈雜嘅騷擾。自然界嘅本身時常可以使人賞心悅目，心曠神怡。加以喺呢度可以集中精神嚟聽耶穌嘅每一句講話，實在係一件寶貴嘅事情。耶穌同佢嘅門徒嘅休息唔係放縱嗰種嘅休息，佢哋唔係用退休嘅時間嚟枉費在追求享樂嗰個事情上邊，佢哋乃係喺一齊談論上帝嘅工作，以及討論以後點樣提高佢哋工作嘅效率嘅方法。耶穌雖然能夠行神蹟，亦賜俾佢嘅門徒有行神蹟嘅嗰種嘅能力，但係佢吩咐佢嗰個疲倦嘅僕人到曠野去休息一下。當佢話要收嘅莊稼多，作工嘅人少嘅時候，佢並冇勸門徒話應當不停嘅搏命去工作啦咁。佢乃係話你哋應當求莊稼嘅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佢嘅莊稼。上帝已經照各人嘅能力指派佢嘅工作，但係佢唔願意讓少數嘅人一味負擔太重，而其餘嘅人毫無負擔，毫無責任。基督今日對於凡係為佢服務嘅人佢所講嘅慈悲嘅話語，就好似從前對佢嘅門徒所講嘅係一樣嘅。佢對一切疲勞嘅人話：你哋嚟同我去歇一下。人經常喺工作嘅緊張同埋刺激之下係唔合理嘅，就算係為咗服務別人嘅靈性嘅需要，亦唔好太過搏命，因為不停嘅工作，過分嘅呢種嘅操勞，一定會忽略咗個人嗰種嘅虔誠，而且會過分嘅使用心靈同埋身體嘅力量，以致得不償失。耶穌嘅門徒必須要犧牲，呢個係冇錯嘅，但係亦必須要謹慎，免得因為過於熱心，用撒旦利用人肉體軟弱嘅時候，就使到上帝嘅工作受到損失。喺當日嘅猶太人嘅教師睇嚟不停嘅忙碌乃係宗教嘅一種嘅宗旨嚟嘅。
佢哋專門依靠某種外表嗰種嘅儀式嚟表現自己嗰種高度嘅虔誠，咁樣佢哋嘅心靈就同上帝隔絕，而走上驕傲自負嗰個道路。今日喺同樣嘅危險依然存在。由於活動嘅範圍擴大咗，人哋喺從事任何上帝嘅工作上面獲得成功嘅時候，就有依靠人為嘅計劃同埋人為嘅方法嗰種嘅危險。我哋有好似門徒一樣嗰種嘅危險，就係忘記自己必須依靠上帝，而想將自己嘅活動作為救世嘅主力。我哋必須時常仰望耶穌，認明佢使到事情成功嘅乃係佢嘅能力。我哋雖然要為拯救迷失嘅人嚟熱心工作，但我哋亦必須抽出時間嚟默想、祈禱同埋研究上帝嘅話。唯有咁樣，經過多次嘅祈禱而成就嘅工作，並且同基督嘅功勞而成聖嘅嗰種嘅工作，先至能夠顯明佢所發生善良嘅嗰種嘅效果。我哋冇人能夠好似耶穌咁樣有更繁重嘅工作，以及有咁重大嘅責任。佢時常藉住祈禱同上帝交通。聖經多次記載話，次日早晨天未亮嘅時候，耶穌起嚟到曠野地方去，喺嗰度禱告。又話有極多嘅人聚集嚟聽道，佢指望醫治佢哋嘅病，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又有個地方記載話，耶穌去到山上禱告，整夜禱告上帝。喺佢百忙嘅生活當中，佢冇放棄同上帝交通嗰種嘅機會。耶穌喺完全為人無幸福嘅生活當中，覺得有必要暫時離開川流不息嘅人群，以及日日跟住佢嘅群眾。佢需要擺脫呢啲咁樣嘅不停嘅活動同埋不斷嘅接觸嘅人類嘅嗰種嘅生活嘅繁忙，去退休一下，藉住咁樣可以同佢嘅天父做一個無阻礙嘅屬靈嘅交通。佢凡事同我哋一樣，並且分擔我哋嗰種嘅需要同埋軟弱，但係佢係完全依靠上帝。喺個祈禱嘅密室當中，佢求神聖嘅力量，準備去應付佢嘅責任同埋試探。耶穌喺一個罪惡嘅世界上忍受心靈嘅掙扎嗰種嘅痛苦，佢同上帝嘅交通就能夠卸下折磨佢嘅嗰種嘅憂慮。喺呢度佢就可以得到安慰同埋喜樂。人類痛苦嘅呼聲喺耶穌裏邊達到嗰位具有無限憐憫嘅天父嘅耳中。佢以人嘅身份喺上帝嘅寶座前嚟懇求，直到佢嘅人性充滿咗屬靈嘅力量，使人性同神性結合起嚟。由於不斷嘅交通，佢就從上帝嗰度得到生命，又將呢種生命賜俾世人。我哋亦可以有基督呢一種嘅經驗嘅。耶穌吩咐我哋話：你哋嚟同我去歇一下。如果我哋聽從佢嘅話，就必成為一個更有健康、更有力量嘅人。嗰位創造我哋嘅主宰佢知道我哋嘅本質同埋我哋嘅需要。故此上帝其實佢喺人類被造嘅時候，即係創造世界嘅時候呢，就已經為人設立咗一個使人可以得到安息嘅嗰種嘅制度。呢個安息係使到人身心都得到休息。呢一個就係每周有一日叫做安息日。呢個安息日嘅制度就係使人可以每一個禮拜有一次嘅機會嚟得到身心嘅安息，可以放下世俗嘅工作，專心同上帝交往。人係一個好唔會自制嘅動物嚟嘅，如果冇從外嚟嘅規定，就好少能自己自動嘅去追求一種休息。尤其喺呢一個一味追求物質生活滿足嘅忙碌嘅世界上邊，更係咁樣。有啲人日日勞碌，為咗賺得更多嘅錢，買更多嘅嘢嚟享受，就拼命工作，經常加班，自己嘅健康、家人、妻子、兒女，勸佢唔好咁樣做，一於不理。直到有一日呢，經過醫生檢查佢身體，警告佢必須要多休息，如果唔係呢，佢就麻煩咗嚟啦。咁呢個時候呢，因為醫生嘅吩咐呢，佢就不得不停落嚟或者慢落嚟。如果唔係有一位佢認為呢有權威嘅人吩咐佢，佢就絕對唔會自制，唔會咁樣做嘅。
佢就會一於我行我素，不顧後果。上帝好明白我哋呢種嘅性情，佢知道如果佢唔為我哋嚟訂立一個安息日嘅制度嘅話，我哋就唔會自動嘅去休息嘅。故此佢喺聖經當中記載上帝為咗人嘅利益，為人設立咗一個安息日嘅制度。有好多人誤解安息日嘅用意，一味以為嗰啲都係只係單為猶太人嘅，係舊約嘅時代嘅律法，係新約時代嘅信徒冇需要遵守嘅。其實我哋根據創世記第2章嘅記載論到安息日嘅設立嗰個經過嘅時候，我哋就知道安息日嘅設立係為咗全人類，唔係單係為猶太人，因為嗰個時候仲未曾有猶太人存在。人類嘅始祖被創造之後，第2日就係安息日。佢哋嗰個時候雖然未必身體需要休息，但係能夠有個日子嚟從事靈性嘅奮興，能夠有休靜嘅時間嚟同創造主嚟交往，實在係一件美好嘅事情嚟嘅。既然仲未曾犯罪嘅人都需要有個安息日，我哋呢啲已經犯咗罪之後嘅人，而且經過數千年嗰種嘅生活嘅折磨嘅人，我哋豈唔係更加需要咁樣一個休息嘅日子嘛？我哋今日嘅社會壓力比較任何古代嘅人都多都大。人類承襲咗幾千年由犯罪而嚟嘅遺傳嘅影響，加上越嚟越任性嗰種嘅放縱肉體嘅情慾嘅生活習慣，已經使到我哋人喺身體同埋精神上邊都受到好多嘅損害。我哋實在比古代嘅人更需要一個休息嘅制度，使到人可以恢復身心嗰種嘅健康。而呢種嘅制度必須係屬靈嘅制度先至有幫助嘅。因為今日亦有好多機關，雖然只有一個禮拜工作5日，但係人嘅身心並冇因為有2日嘅唔做工而可以得到正當嘅休息，反而喺呢個冇加班嘅時間或者冇做工嘅時間，從事其他更多勞民傷財嘅活動，以致使到佢嘅心身都受到損害，而唔係得到休息。唯有以屬靈嘅制度，依照上帝嘅誡命嗰種嘅吩咐嚟遵守呢個休息嘅日子嘅嗰種嘅制度，先至可以對人嘅心靈同埋身體得到真正嘅安息嘅。我哋除咗每周有1日嘅安息日，依照聖經嘅教訓嚟守為聖日，可以得到身心嘅安息之外亦可以從經常抽出時間同上帝交往嚟得到心靈嘅安息。如果一味為生活嚟奔忙，完全冇同上帝交往嗰種嘅生活，係永遠都唔會使到人內心得到真正休息同埋滿足嘅。喺詩篇第46篇第10節話：你哋要休息，要知道我係上帝。人若果想認識上帝嘅旨意，必須有一個親身嗰種嘅經驗。我哋必須抽出時間嚟獨自嚟到佢嘅面前，嚟聽佢對我哋心靈嘅講話。當萬籟俱寂，我哋要安靜嘅心喺佢面前等候嘅時候，由於心靈嘅靜默，就會使到上帝嘅聲音格外嘅清楚。祈禱同埋讀經係基督徒長進不可缺少嘅事情，但係默想同埋靈交呢種嘅功夫亦係非常之重要嘅。上帝吩咐我哋要休息，然後先可以知道佢係上帝。我哋必須揾啲時間嚟同上帝交往，先至會深切嘅認識佢。而且佢所賜下嘅聖靈就係我哋可以同佢交往嘅媒介。我哋藉住聖靈嘅工作就可以同佢交通，而且唯有喺佢裏面，我哋先至能夠得到真正嘅安息。喺熙來攘往嘅社會以及人生緊張繁忙嘅生活當中，能夠抽出時間嚟同上帝交往嘅人，必定會得到心靈嗰種嘅振奮，而且會有平安同埋光明嘅氣氛圍繞住佢。佢嘅生命亦會發出一種馨香之氣，具有滲透人心嗰種嘅神聖嘅能力。親愛嘅朋友，耶穌邀請你同埋我嚟同佢一同歇一下，能夠喺百忙嘅生活當中抽出一啲時間嚟同耶穌一同交通，係一件非常有益嘅事。我哋又何必一定要一味照顧生活嚟奔波勞碌一啲都唔停落嚟呢？為咗爭取世俗嘅利益同埋享受而搏命，
唔顧精神同埋身心嗰種嘅休息，到頭嚟可能變成得不償失，一切都會歸於虛空嘅。我哋又何必如此呢？讓我哋嚟到教主嘅面前，同佢多有啲時間彼此交通，咁樣我哋就可以享受佢所賜俾我哋嘅真正嘅安息。真係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使我哋知道你關懷我哋嘅幸福，你知道我哋世人嗰種嘅性質，你知道我哋嘅需要，你亦知道我哋所能夠抵受嘅生活嘅壓力，你為我哋定咗個最好嘅休息嘅制度，使我哋可以得到身心嘅真正嘅安息。求你幫助我哋睇出自己真正嗰種嘅需要，唔係一味為生活忙碌，乃係要抽出時間嚟同教主交通。因為除咗你，我哋不能夠喺世界上任何嘅成就當中揾到真正嘅滿足同埋快樂。奉教主嘅名而求，阿門。